坐過巴士嘅你，相信都一定睇過 Roadshow， 可能都會嫌廣告煩。不過 Roadshow 一定唔理你，皆因每年廣告收益達到數以千萬。申訴專員公署調查發現 ，Roadshow 嘅同屬公司九巴為求賺到盡，任由巴士違規超時播放廣告。現時全港8成嘅專營巴士，數目大約4600部，都安裝咗視聽系統，播放住 Roadshow 嘅節目。根據運輸署嘅規定，巴士上面每小時播出嘅廣告元素合計時間不得超過2成。運輸署喺舊年年中開始抽查，結果喺舊年嘅6月同埋9月，以及今年嘅1月3次調查之中，確認接近全部巴士嘅廣告比率都超過2成。最嚴重嘅個案，廣告播放率更加高達9成。運輸署之後勒令九巴改善問題。喺今年4月嘅抽查，九巴終於符合規定。申訴專員公署就事件展開調查，喺報告批評九巴極不自律，強迫乘客接受大量廣告資訊，而運輸署嘅監管就形同虛設，要靠市民投訴先至發現問題，明顯屬於行政失當，敦促運輸署日後要密切監察。至於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嘅係凌霄行動嘅負責人盧漢文，佢對公署並冇譴責運輸署覺得失望，認為必須再次重新調查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